富二代炒車話：你比唔上我阿爸。那麼你把我車擋住了，所以我的車推下來之後撞到你的車，那麼是你的車擋住我的車路，所以我車後燈被撞掉了。所以這樣子是誰賠誰呢？我跟你說對不起，已經非常尊重你了。自己架電單車撞到人哋私家車，着紅衫嘅大學生仲聲大夾惡，反指對方喺校園亂泊車，話要扣人哋身份證同報警。原來佢有個有錢老豆，睇唔起人哋只係公務員。從你開的車上面，你就比不過我爸。10年之後，我絕對超過你。簡直係舊年10月河北嘅李江是我爸事件翻版。這是虛長30年啦，虛長30年有說這句話，你就多白吃了幾碗米飯，多走了2步路，你就可以用這種態度對我說話是吧？告訴你10年之後你會後悔的，你現在車牌我已經記下來。我不用報啊，你我自己解決方法，你死定了告訴你。呢個富二代梗係俾網民狂插啦。